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11月18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3篇，士师记第5章第1节到12节，马太福音12章43节到45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迎神还是迎鬼。台湾有一句俗语话讲，请鬼摕药单。咱拢知影，这个摕药是要互患病的情形得到改善，迄个病会当康复。若是鬼呢，通常咱的认知拢是较负面的，鬼是袂帮助人。请鬼摕药单的意思就是讲，托毋着对象，有迄种反效果，颠倒害着家己的命。当咱拄着困境的时阵，咱拢会祈祷、祈求，恳求上帝来帮咱。但是有人宁可去迎香对拜，却放杀独一的上帝离开。伫昨个经文士师记第2章17节，讲到以色列人的问题。毋过因无听叹因的士师，竟然背叛上帝，去缀别个神明，甲因跪拜。因的列祖顺叹上主的命令所行的路，因真紧偏离，无照安尼行。因宁可去军队当地人所拜的偶像，离开上帝，受到严厉的处罚。上帝就会亲像贼仔共款，静静来带予以色列人处罚。士师记第5章第1节到12节。也提到着士师的时期，以色列人民安尼立场无太确定，而且摇来摇去安尼。后来上帝就兴起这个士师底波拉来带领以色列人民。伫这段经文。这首底波拉甲巴拉之歌，迄个情形，除了咧讲到以色列人无忠心以外，特别讲到这个士师底波拉是一位女性，女的士师是唯一的一个。圣经记载讲底波拉甲巴拉的歌迄日，底波拉甲阿比那暗的囝巴拉唱歌讲：以色列中有领袖带头，人民甘愿牺牲。恁着称赞上主，君王啊，着听；统治者着压耳孔听。我要向上主唱歌，我要唱歌称赞上主，以色列的上帝。上主，你对西尼出发，对移动的地进前，迄时大地摇拽，天变水，云落大雨。众山伫西奈山顶的上主面前来摇动，伫上主以色列上帝的面前摇拽。伫亚那的囝山家的时，伫雅億的日，上对无搁再对遐经过，旅行的人逝去行小路，以色列农村旁拢无人住。到我底波拉起来做以色列的老母，以色列敬新的神明。真精神地来到因的城门，迄时以色列人4万人的中间，
看袂着金牌甲称。我的心意以色列的领袖，意向甘愿牺牲的人民，恁着称赞上主，请白色驴仔母的坐马鞍的女性的人，恁拢着保养。唱水的所在有唱歌的人的歌声，因得讲起上主攻击的所在，就是伊解救以色列农民的作为。迄时，上主的子民落去到城门欢呼，底波拉就兴起，就醒起来，就唱歌，巴拉就起来。阿比那阿未惊，就掠你的对敌来。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，重要的是，事事是上帝的仆人。也即个圣经伫第7节提到底波拉的工作，以色列的农村拍园拢无人带，到伫我底波拉起来做以色列的头女。底波拉不但是正做以色列的母亲，嘛正做巴拉的母亲。伫接续的经文会通看出即种安尼的记载。拄着困难是要爱要求上帝，还是要来求鬼？是要迎神，还是迎鬼？马太福音12章43节到45节，讲到着一个被赶鬼的人，却因为无有性命的精神，所以后来这城市阁转来，不但安尼，阁找到7个更较歹的邪灵来进入这人的心内。耶稣基督用这个譬喻提到着这个世代的人的惨状。其实也亲像历代以来以色列的人民，因互上帝来救赎，佮离开上帝，一摆、两摆、3摆，颠来倒去，愈来愈凄惨。经文记载讲，圣神离开所附身的人了后，伫无水的地区行透透，要找一个休困的所在，找拢无。就讲，我要转来找我出来迄间厝，因转去看到厝空空，扫甲真清气，佮整理好势。后来伊去带7个比伊佮较歹的圣神，甲伊做伙来，入去遐大，安尼迄个人的结局比起头佮较惨。这个邪恶的世代。嘛，亲像安尼。这段的经文伫路加福音11章14节到26节的记载会更较清楚。耶稣基督为着一个恶教的人赶出迄个鬼魂，结果伊就被接去。耶稣基督是透过靠着鬼王别西卜的能力来赶鬼。了，耶稣最后提到这个7个更较恶的鬼的代志，这提醒咱，伫咱困境的时阵，咱到底是要来迎神，就是来迎接上帝，还是要来迎鬼？咱所要靠的是别西卜的溃烂，要甲鬼交易。还是要来挖靠独一真神耶和华上帝呢？恳求主帮助咱行迄个正确生命的道路。诗篇123篇，坐伫天顶宝座的上主啊，我行目远你，看仆人的目睭安怎仰望主人的手。女婢的目睭安怎仰望女主人的手？
阮的目睭嘛安尼仰望上主，阮的上帝，一直到伊人民愿，上主啊，人民愿，人民愿，因为阮互人看轻，要忍受袂了。阮已经无法度忍受受自阮的人的冷笑，无法度受自个的人的藐视。感谢上帝保守医治，我这个忽然来的这个哨声已经好小看，也恳求主继续施恩保守医治的病情，求主保守看顾。显明慈爱甲怜悯，享受医治的稳定，继续为伊祈祷，互伊的头壳骨会通量早来放倒转去，紧紧来恢复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